2026年3月份生活聖言。起來，不要害怕。瑪竇福音17章7節。宗徒伯多祿、雅各伯同埋若望跟耶穌一齊登上大博爾山，佢哋見到主耶穌基督嘅榮耀，而且聽到天父嘅聲音，確認耶穌係天主子。呢一個非凡嘅經歷，面對面同天主相遇，上主讓佢嘅受造物能夠認識佢嘅榮耀。宗徒因恐懼跌倒喺地上，但係耶穌觸摸佢哋，並且對佢哋講：起來，不要害怕。瑪竇福音17章7節。起來，呢一個動詞喺福音書中經常用嚟表達主嘅復活，而不要害怕，正係復活嘅主喺空蕩蕩嘅墳墓前面對婦女問好後所講嘅第一句說話。耶穌嘅話語既有力又清晰，係一個明確嘅邀請，讓門徒開啟新生命。佢哋係喺耶穌嘅手中得到領受呢一個新生命。我哋有時亦都會被自己嘅恐懼所阻礙，被生活嘅考驗同埋無路可走嘅困境所壓垮。我哋唔能夠只係靠自己嘅力量嚟恢復為主作見證嘅動力，而應該依靠上主嘅恩寵，因為佢總係喺前面帶領住我哋。邊個冇經歷過考驗呢？考驗會以失敗、貧窮、抑鬱、懷疑、誘惑等面貌出現。我哋身邊呢一個充滿物質主義同埋個人主義嘅社會，亦都因為充斥住戰爭、暴力同埋不公義等而令人恐懼。面對呢一啲情況，懷疑可能亦都悄悄隨之而來。上主嘅愛到底喺邊度呢？耶穌真正咁進入咗每一份痛苦，承擔起我哋所有嘅考驗。耶穌係愛，而就係愛能夠驅散一切恐懼。每當面對恐懼，我哋被痛苦壓迫住唞唔到氣嘅時候，我哋都可以認出隱藏其中嘅真正意義。呢一切正係耶穌嘅到來，我哋要讓佢進入我哋嘅生命。然後我哋繼續按照天主對我哋嘅旨意同埋期望去生活，全心全意投入去愛近人。我哋會發現耶穌永遠係愛，嗰陣時，我哋就能夠好似門徒一樣咁同佢講：你真係天主子。起來，不要害怕。瑪竇福音17章7節。嗰啲曾經喺生命中經歷過同天主相遇嘅人，都會被佢嘅臨在所吸引，並且因為佢嘅說話被觸動同埋治癒。往往基督徒團體嘅見證會陪伴我哋踏上呢一個神聖嘅歷程，帶俾我哋勇氣同埋使我哋振作起嚟，走出自我，重新踏上同耶穌同兄弟姊妹並肩同行嘅道路。
我哋收到一位敘利亞女青年嘅見證，咁樣講：舊年年底，我嘅國家經歷咗一段非常艱苦嘅時期，我居住嘅城市遭遇咗一連串嘅騷亂同埋恐慌。我非常擔心我嘅家人、朋友同埋我自己。喺咁多不確定性中，我努力咁保持對天主嘅希望，嘗試喺一切困境中保持堅強。喺呢一啲事發生之前，我同一班志同道合嘅年輕人一齊，致力於傳播福音。我哋計劃咗一啲項目去幫助嗰啲有需要嘅家庭，包括提供食物包同埋其他方面嘅援助。但係每況日下嘅形勢，迫使我哋暫時終止所有活動。幾日之後，我哋終於重新聚集一齊。喺嗰一次相見會面中，我哋喺彼此身上重新揾到力量同埋勇氣。並且決定唔好讓恐懼壓倒我哋，而係要信靠耶穌，繼續我哋已經開始嘅路徑。憑住共同嘅信念，我哋成功咁幫助咗40多個非常需要援助嘅家庭。即使喺嗰啲艱難困苦中，我哋仍然感受到，藉住天主嘅愛同埋我哋嘅團結合一，我哋一定能夠再創新猷，有所作為。起來，不要害怕。瑪竇福音17章7節。喺同耶穌一齊登上大博爾山，同天主相遇並且聆聽佢嘅聲音之後，我哋都可以跟耶穌一齊下山。返到平原，喺嗰度我哋會遇到好多飽受艱辛、疾病、唔公義、無知以及喺物質上同埋精神上匱乏嘅弟兄姊妹。作為基督徒團體，我哋亦都會受苦同埋感到迷茫，但係呢一句經文敦促我哋一齊攜手前進，為將我哋同主相遇嘅經驗所結出嘅果實，以及我哋領受咗嘅恩寵，分享俾每一個人。起來，不要害怕。瑪竇福音17章7節。